好吃你就多吃点，就是给你们买的啊。哎，你跟那个程医生是不是特别熟啊？程晓峰吗？啊，程医生啊，是我们院里有名的帅哥，人长得帅，技术好，还特别正派，导致我们院里好多女孩都喜欢他呢。特别正派，我有个女朋友都不知道，还特别正派。程医生平时特别低调，从来不跟我们聊他的私生活的。不过有一回，我倒是在医院门口看见有个女孩在等他下班。真的啊，好不好看？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就是特别乖巧的那种类型，反正也符合程医生的胃口。我们在背后都说他土。哎，你不懂，这种传统的男人最优秀了，而且很稀有，比熊猫还稀有呢。是吗？那你是不是就喜欢比熊猫还稀有的呀，文静姐？我喜欢熊猫眼。哎呀，行了，来抱着，这把跟他们分着吃。万一我还来了，来，这个点儿他跟别人换班了。那你还不快走？这么正派的人，一会儿该说你了。那好吧，谢谢文静姐啦。客气啦，明天还有哦。乖巧是吧？上手段。哎，你好，我找一下李李，在里屋呢。啊，谢谢。好，你别急，别急，你放心，你先听我说好。翻译正在路上，马上他就过来。对。哎呦，小北啊，救星来了！快！这是资料，提前做好准备，千万别出差错。这是你的房卡。这么厚啊？这就算薄的了。你回去安安静静的看。行吧，谢谢。一会儿找我。拜，翻译来了。对，你等我。好，按照我说的做。行。放心，翻译已经到了。好。李李，啊，等会儿。怎么才隔2年，这些词儿变化这么大？好多专业名词我都不认识了。废话，设备和原材料都在变，这词儿能不变吗？那法国老头几点来？晚上10点，10点到机场，你得跟我去啊。不，小北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放我鸽子啊！求求你了，你够意思啊！出发前打电话吧。辛苦。喂，以上就是此次提案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能有进一步的合作可能，我们将根据贵公司的具体需求制定出详细的方案，保证在同类产品中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，优化办公效率，提高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，降低我们的办公费用，利用软件来规范我们的作业流程，最终将实现无纸化办公。占用大家的宝贵时间了，不胜荣幸，谢谢。提案准备的不错，比前2次精彩多了。谢谢。单枪匹马过来不容易啊。下午我们商量细节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好。哎，王源，小北，你快点过来吧，我实在是喝不下了呀。你在哪儿啊？我把地址发给你。
万姐，快来救命吧！我一好朋友被一帮畜生惯的快要死了，你带上你手下那几员猛将，快来帮忙吧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啊。陈医生，陈医生，我腿疼。啊？你怎么又疼了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疼。你看我在这儿吧，也无依无靠的，没人照顾我。晚上在这种地方睡觉真的好恐怖啊！那你怎么不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呀？我没法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会很担心的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都是报喜不报忧的。挺孝顺的啊。我能不能去你办公室聊会儿天儿啊？也不方便。说会儿话，说会儿话。行，那走吧。哎，我腿疼，走不了。来，我抱你来。各位喝着呢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是？我们是王总的朋友，他酒量不好，让我陪陪大家的。是不是？来，大家听着，哎，服务员，再上几道餐具。我用王总的酒来敬大家一下啊！好，这是祖宗和气啊！服务员，再来一瓶。3瓶。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来，喝一杯。人家都喝，你看人家都喝，你不喝，来，喝一杯，来，喝一杯。大家举起酒杯，喝一杯，来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都是朋友让你喝一杯酒怎么了？你不喝你来干嘛的？不喝回家呀！你赶紧滚蛋！哎，我马上就。来，咱一起啊！来，我也有证啊，喝一杯。好吃跑的美女。干了。来，大家。来，你坐这儿来，坐我这儿。我坐这儿，坐我这儿。我坐这儿，合适吗？合适。慢点。哎呦，好。哎，其实你的腿没那么严重，那个明天再看看其他的片子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出院了。啊？回去好好休息就可以了。啊？这么快啊？不是你这怎么好像还不想走啊？没住够啊？不是，人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50天嘛，我这好的也太快了点儿了。你这个就是轻微的骨裂，没那么严重，回去好好休息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千万记住啊，不能让它再受伤了。啊，那要不我再多住2天吧，实在不行再拍个 X 光啊、CT 什么的。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么爱住院的病人呢。不是，就是你们医院真的太好了，尤其是医生，对病人真的是太好了。行，那你先坐着哈，我去跟护士交代点事情。啊，好，那你快回来啊。好。哎呀，太迷人了，哎呀。喂，你找哪位啊？陈医生他不在啊。哦，那你一会儿再打吧。我值班护士新来的。啊，不用谢啊，拜拜。
怎么样，心情好点了吗？哎，别说啊，我在你这待一会儿，好像真的好多了。真的呀，我这办公室还有这效果呢。看来我得常来。那行，那我先送你回去吧。行。来，慢点啊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有一个电话找你。是吗？嗯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你都到了？我在路上呢，马上到。哎，出租车。哎，来，等。行了。哎，慢点。哎呀，陈医生，你人真的是很好啊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好嘞，我先走了。好嘞，太感谢你了。没事。拜拜。哇塞，太美了！太喜欢了。来啦，忙着呢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种人，在古代就该凌迟处死。不会吧？哎，你现在看见我的心情，不应该是悲喜交加、万分焦急吗？是。哎，我知道现在有一句话形容你的心情特别合适：万恶的丈母娘开着你保姆车，直接驶向悬崖，对吧？去，还没来啊？小戴，哎，丽丽，哎呀，我手机突然没电了，你借我打个电话。给，我打完就还给你啊。行，你先用着哈。谢谢啊。小戴。喂，请问陈医生在吗？哦，我是他那个医院里边的同事，对，他电话一直都打不通，我这儿吧又有点事儿想请教一下他。啊，不用，那我一会儿再接着打吧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哎，好，拜拜。这个时候还没在一块儿，应该是还没住在一起。还好。喂，你好，陈医生办公室，我是他的私人助理。你好，陈医生办公室，我是陈太。你打的电话已经接婚，请不要再打过来喽。喂，你好，陈医生。不是，请问你找谁啊？哦，我是陈医生的私人助理。好，你请稍等。大家今天把这个李先生陪好啊！来吧，我们集体走一个。Cheers！ 干杯！干杯！这2天没日没夜的，累坏了吧？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为人民服务。你就当是首都几日游了。别美化自己，这哪像旅游啊？白天，我得解答各种专业疑难问题；到了晚上，还得陪吃陪喝的，感受地域文化，这哪像旅游啊？你这抱怨可不少啊！放心，给足你面子，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。你指东，我绝不打西。谢谢，敬你。喂，
周小北，我在医院里没事干，每天看书无聊的快闷死了。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进太平间了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正在工作。把电话给丽丽，我跟她说。不是你要跟她说什么呀？让她赶紧把你放回来呀！我现在没空，很忙，再见。我靠！樊斌吧？文静。樊斌这2天没给你打电话吗？打了。没催你回去啊？没有，让我努力工作，千万别走神，别影响贵公司形象。坚持坚持，明天你就解放了。耶！敬你。是啊，对呀，那就明天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啊 ，OK。哎，小北，好了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。哎呦，好找吗？怎么这么大老远跑密云来吃饭啊？这风景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来，进来坐来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万姐，我是大姐姐，姐姐好。这是李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真是大忙人啊！好不容易约上你，还规定就2个小时，你以为吃自助呢？哎呀，万姐，你就别骂我了，我今天就2个小时时间，我就跑来拜见你来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敬你们一杯。你们俩结婚呢也没请我，我就不挑理了。祝你们百年好合，子孙满堂。来，谢谢姐。你还敢接？不是万姐，弄错了，她是我好朋友李李。好朋友。哎呦，我看你们俩郎才女貌的，我还以为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帅哥。没事，姐，我巴不得你们。干了，我干了。哎。请进。啊，我来还你的书。这么快就看完了？啊，对，我这人看书就是比较快。请坐吧。哎，谢谢。还没好哈？还行，好多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哎呀，一个人太闷了，你找个人说说话。想出院了吧？不是。那又想找我借书？我这书可全都被你看完了。我最近有一点情感的困扰，想跟你聊聊。怎么了？我爸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，催我去相亲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，哎，你对相亲怎么看啊？相亲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就是家里人介绍认识的。是吧？啊，你们在一起几年了？没多久，现在还处于互相了解的阶段。挺好。我就说那个，对啊，挺好的。你谈过几次恋爱呀？哎呦，我是不是问的太多了？没事，2、3次吧。哦，那你有没有过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？你肯定有过，就那种见到一个人的时候怦然心动，你见到他的时候就开心，你见不到他的时候就闹心，有没有过？有没有过？好像是没有过，因为我属于那种比较慢热型的。你喜欢那种小鸟依人的女孩吧？男人10有8九应该都喜欢这种类型吧。我也觉得。你问这么多，干嘛呢？哎，增进一下了解嘛，解解闷儿。行，你先忙吧，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啊。好。这房间挺热啊，你都出汗了。啊？有吗？我走了啊。走了。那你慢点儿。没事儿，这有什么的呀？回头有什么好书再给我看啊。好。打扰了。你慢点儿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男的肯定喜欢你。怎么可能？我说你还不信？我见过的男人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肯定没错的。得了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看男人啊，关键是看那眼神儿。你看他那眼神，对你多紧张啊！
那是因为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。哎，这个紧张跟朋友可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就说破天，我也不相信。你不信？那我试给你看。怎么试？把外套给我。啊？哎，来吧。哎，等着啊。帅哥，帅哥，小北掉水里头了，快去看看，快去看看，快去！李李，你干嘛啦？我说什么来着，小北？什么情况？啊！上来吧！啊，我不要吃苹果啊！你天天吃外卖得补充维生素，给我榨成苹果汁，自己嚼。不要吃冰盒饭，我给周小北打了多少电话他都不接啊！还是你有良心。他在陪李李接待客户呢。谁？李李。怪不得，注册亲友的家伙。你别说人家，我怎么听说？我听说你喜欢了一个医生啊！嘘，还不让说呀？别打草惊蛇了，还没到那时候呢。他喜欢你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是什么感觉。应该是不讨厌吧，一个良好的开端哦。够乐观的。哎，胖子呢？他多喜欢你啊！他有没有戏？刚认识没几天，说这个太早了。时间不是问题，我跟程程才认识几天啊？程医生，你不会是忘不了彭永辉吧？谁呀？谁给你打电话？谁呀？是彭永辉吗？笑什么？胖子晚上约了我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约你就去呗。胖子人挺好哎，我觉得他人挺靠谱的。你别老把人家那个热心肠当驴肝肺，啊！哎，回个短信。郑远东，哎呦，你小子啊！哎，等人啊？哎，等个朋友啊。哎，怎么样？还在那猎头公司呢？对啊，你的工作找到了吗？还没呢。上次给你介绍那个上海的工作，多好的机会啊！你怎么就给人推了？我想过，那不太合适啊。再说，在这儿不是有你们呢吗？上海有什么不好啊？年薪比这儿还多点吧？主要是不太习惯上海菜。你该不会是在这儿有女朋友了吧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跟你说正经事儿，你那儿要有什么合适的职务，马上通知我，听见没有？行，说一下大体要求。参考以前呗，标准可以稍微降一点的。你从前可没这么随和啊，怎么现在变了？哪那么多废话呀？此一时彼一时。行，我给你留意着。多谢啊！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？我又不是白干。双赢，双赢。走了啊！哎，回见啊！回见。哎，来了，王源。哎，里边请。啊，这边。哎，那边小心啊，小心你。哎，坐这儿好吗？好。OK， 坐。谢谢。我去点点喝的。好。好吧。要一杯热巧克力，一杯橙汁儿啊，不用找了，谢谢。刚回来啊？摔了疼啊，我来保护他。这回谈的怎么样啊？合同签了，又在客户公司了解了一下情况，算差不多了吧？
这2天呢，还有一些后续的工作要做。这累坏了吗？还行，这次多亏小北帮我，不然还不一定能谈下来呢。小北，就他还能谈业务呢？他的一个朋友做公关的。哎，小心烫啊！哎，你这巧克力不够热吗？你换杯热的好吗？啊，行行啊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啊，以后别给我点巧克力。其实我不爱喝。啊，我一直以为这喝巧克力心情不是会变好吗？不过你现在状态，喝什么心情都好。那你就告诉我你最爱喝什么，我给你换一个。我平时都喝清咖。清咖，好嘞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就喝这个。一杯清咖，还快一点啊！好嘞，谢谢。马上清咖。哎，这真能坐住。那你这谈成了合约，就给公司立大功了。谈不上立大功，不过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那你这工作上以后考虑怎么办？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哎呀，我想到这个换工作，我就头疼。那你肯定是要辞职吗？太好了，辞职好。不是，我意思说以后你工作就交给我了，我来搞定。哎，小心烫啊！得了吧你，自己的工作还没着落呢。我不着急，你也别着急，这着急上火对身体不好啊。加点奶对胃好。哎，不，清咖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是买房呢还是租房呀？我想租房，有现房吗？这咱看的第3套了吧？嗯，是的，跟前2套相比呢，这套家私家电都比较的齐全，就是这个装修属于简装，您觉得怎么样呢？那这3套哪套离金地花园小区最近啊？当然是这套，隔壁就是。那个就是金地花园小区啊。对，您要是喜欢金地花园的话，我们手上也有房源。不用，就这套了。好。恭喜您，郑先生，您现在可以正式入住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再见。chicken no, yeah! 哎，王远儿，哎呦，胖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是啊，你怎么住这儿啊？对，我是住，你不是送过我吗？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给忘了，我正好刚搬隔壁，这头天跑步就碰上你了，还够巧的哈。你找着房子了？是啊，有一朋友帮我找的，就在隔壁，特近，有缘啊。你早上也跑步啊？我天天跑。哟，没看出来。在非洲跑习惯了，那是交通基本靠走，我这一天不跑就难受。那行，一起跑吧。哎，好嘞。你以后就打算住在这儿了？对，我准备在这儿找个工作。你喜欢这儿啊？哎，国外待着没意思，也没个朋友，在这儿不是有你们吗？热闹。你要是累了，跟我说一声，跑慢点。不累，我顶得住。我累了，歇会儿吧。哎，好几天没跑，不太适应。我是不是跑太快了？哎，没有，我平时跑比你快。哦，
那你平时都跑多长时间啊？时间越长越好。没事，歇会儿继续跑。行，你歇会儿，我继续跑。浩哥，哎，这速度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最近工作室生意怎么样啊？最近还行，每天都有人来咨询。小丽呢？好几天没见她了。她呀，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，也没来工作室，可能是出去拉个单子了吧。那你没事也别老看我了，没事就在工作室待着呗。这段时间辛苦你跟小丽了，回头给你们发奖金。嗯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，就给我打电话，肯定比特快专递都快。黄总来了。哟，大小姐，这是怎么整的？来来，赶紧，我看看这腿伤成什么样了。你来就来，你整这一套干什么呀？还不如折现呢。你怎么知道我病了？我是谁呀？前几天他去工作室，然后我告诉他的。多嘴，赶紧告诉我，这谁给我们大小姐撞成这样了？我弄死他！谁都不怪，怪我自己。我把自己当女钢铁侠了，横穿马路来着。那也得怪马路。那你这帮亲不帮理的也别太过分了。哎，你这恢复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本来也就没什么大碍。你说你伤成这样，这老爷子得多心疼啊！没告诉他啊，好几天没回家了。你没回家？那你没回家也没往家打个电话，这家里人多担心啊！哎呦，老黄，你这操心的事还真挺多啊。这大小姐受伤了，谁不关心啊？我这儿疼啊，我都想替你躺这儿。哎，老黄，我发现你这人忒不实在啊！怎么说？你不就想问我前一阵你告我那生意，我有没有问过我们家老爷子吗？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？拐弯抹角的，累不累啊？那都不算事儿，小事。我帮你问啦，老爷子跟我说，该打的招呼都打过了。应该是没问题，你就等信儿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我就说这老爷子一开口，谁敢不给面子？替我好好谢谢老爷子，改天我一定登门重谢啊！别变着法贿赂我们家老爷子。我之所以愿意帮你，是因为我韩文静觉得你老黄人不坏，不那么市侩。那是。哎，我老黄啊，就一样好，够义气。以后你韩大小姐有什么事儿，只要我能帮上忙，一句话没问题。行了，你只要记住，我韩文静是曾经帮过你的就行了。那是。哎，你这怎么住普通病房啊？这普通病房怎么住啊？你等会儿我给你找人换个 VIP 房间。我不换，我坚决不换。这环境你怎么睡觉啊？我怎么不能啊？你以为我什么人啊？你以为我公主啊？我就得住在这种病房，挺好的。我睡得好着呢，这儿的医生护士对我特别好，你别管了。你这大小姐哪吃过这个苦啊？哎，你要真有关系，你就跟他们说，让我在这儿多住2天啊。文静姐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你俩先聊着，把这个拿上，给那个工作室的客人回礼。行，辛苦你了啊。没事，慢点走啊。哎，听说你们工作室小丽挺能干啊？那是，你也不看是谁一手调教的。不过我估计你现在这情况也顾不上工作室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前2天去一朋友那儿，好像看见小丽在跟人谈什么业务，但好像不是你们工作室的事儿。看错人了吧？有可能。不过这生意的事儿，能自己管还就得自己管。哼，我调教的人，我放心。那是。你去吧。这得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养着，替我谢谢你们家老爷子啊。得空我就来看你啊。行了。喂，我在医院呢。我出来说。单独请你喝一杯，咱们俩聊聊啊。
不行，领导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现在真的巨困，我现在就想回家好好睡一觉。哎呦，我知道你有家，不有家了不起吗？有家也可以喝东西啊。天色这么晚了，明儿早走吧。我要是不去呢？不去，证明你小心眼儿，你还记恨我。你说你帮了我那么大忙，喝一杯很正常嘛。走吧。哎，就喝一杯，就一杯。哎，一杯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不干嘛？没事儿，不能请你喝点东西吗？丽丽，我现在真的特别困，我一沾枕头就能着。有事你快点说。小文，我知道你因为上次的事还生我气，我那是有自己的难处。是啊，我现在就是说什么话你都不会往心里去。你认为我装腔作势，我流氓假仗义，但是如果你让这件事情重来一遍，我还会那么做，我还会和你说那些话。我明白，哥们儿义气嘛。这不是什么哥们儿义气，跟樊斌没关系。那跟谁有关系啊？咱们俩算是好朋友吧？我看你难受，我心里不高兴，我宁愿说一些假话让你高兴点，我也不想让你。行了，李李，我知道你对我特关心，我领情，可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我也不想再提起来了。那你能我毕竟跟樊斌都结婚了，你这事儿老放心上合适吗？要不咱俩喝点啊？那我祝你万事如意。谢谢，我祝你新年快乐。新年都还没有到呢，我提前祝了，怎么了？那我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哎，李李，你怎么还不交女朋友啊？不急，急什么呀？真是。不急？你都多大了还不急呀？周小北同志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问我什么李李，你为什么不找女朋友？我告诉你，我喜欢的是你。哇！笑什么？我说的可实话，我喜欢的是你。你别严肃点，你干嘛你？你不是一直把我当男的看吗？周小北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任何男的会把女人当成一个男的，那都扯淡。什么？别拿我打岔，我告诉你，拿我打什么岔啊？等着，回头我就给你介绍一合适的啊。行，周小北啊，咱们俩这辈子男女朋友肯定是当不成了，但只要你有事说话，哥们儿咱们办。完了呗，干！你得回来，你慢点。王源，今早没跑步啊？
王源，今早没跑步啊？跑不了了，我发烧了。跑不了了，我发烧了。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你拿这么多东西啊？这脸这么红，发烧了吧？哎，你别脱鞋了，地好几天没擦了。没事。你这有药没有啊？喝完了。哎呦，我带个药啊。哟，我冲下杯子啊。别睡啊，王源啊！吃完药再睡。来，吃点药先。来，王源，来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王源，你感冒别在这睡，着凉了。来。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回去躺着，起来回屋躺。慢点，慢点。王源，这吃烧贴有点凉啊，你忍着点。这你放心，婴儿用的，保证不会过敏。贴了啊。我给你煮点面条啊，这感冒吃点面条好消化啊。你躺会儿。我错了啊，我错了。呀，嗨，来了啊，走啦？走了，啊，进去吧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人留言不就来看你吗？你至于对人发那么大火吗？看我他也不挑个时候，程程马上就上班了，万一让他误以为他是我男朋友，那我就前功尽弃了。不是，你这不打算出院了？不打算。啊？这样一天不搞定，我就一天不出院。那你腿总得好吧？好了，我再一棍子把他打折。你最没良心了，那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。哎，闷死我了！我没良心，我一下火车就来看你，咱俩到底谁没良心啊？不是，哎，你快跟我说说，你都是怎么对程医生展开攻势的？可高级了，我跟他借书来着。借书？这招挺高明的。难怪围城里说，男人宁愿买书送给女人，也不借书。这一借一还，就有2次可以亲密接触的借口，而且还不着痕迹。这是男女恋爱必经的初步，一借书问题就大了。
钱钟书老先生很了解我吧？哎，我听说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万杰，怎么了？这么好玩的朋友为什么不介绍给我认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估计你俩合不来。为什么？人做公关的，做公关的怎么就不能高攀了呢？那我还名媛呢，虽然现在我只有一条腿。我听说她又能喝酒又仗义，简直就是一个隐居江湖的资深女侠呀！这么好玩的朋友为什么不介绍给我认识？你俩要是搁古代，估计武林里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，估计武林盟主就是你俩的。哎，没事儿，等你腿好了，我带你过去引荐。说好了啊？好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最近我在医院都住出感情来了，等会儿带你去参观一下，你想不想去看解剖室？可刺激了啊！走吧。我不去，我熟。嗨，文静，好点没？哎呀，好多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你也不错啊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风带都拆了。文静姐又出来巡查啦，辛苦啦。今天很漂亮哦。哎呀，你混得不错啊！怎么才混这几天，全医院都认识你了？我是干嘛的呀？林元涵，社交女呗。主要是太无聊了。哎，坐会儿吧。哎，来。小北，刚才那病房里那女的你看见没有？我听说她老公年轻的时候吃喝嫖赌全沾上，还老打她，那吃的苦就别提了。现在一听说得癌了，她老公成天在病床前面转悠，赶都赶不走。一听说哪出新药了，开着车满世界找，一买回来马上冲到病房，歘一撕，老婆药来了，快吃吧，快吃吧，快吃。是不错，就怕她还没回到她老公良心发现就给气死了。你得意什么呀？你以为你们家樊斌能比他强多少啊？这有什么的呀？我当年住院的时候，樊斌天天在病床前守着，不是端茶递水就是买饭买药，比月嫂还强。是吗？那是当年，你现在再病一个试试。我不病，你病不起。哎，那个女的你看见没？你别看那么明显。哪个啊？靠窗户那个。哦，怎么了？才住院2个星期，老公就出轨了。真的，连离婚协议都不敢自己送过来。再看看旁边那张床，没人，死了。哎，赶紧走。对不起。哎呀，你别吓唬我了。没吓唬你，真的，你别看了，乖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女人就得吃好、喝好、穿好、睡好，关键是得对自己好，千万不能生病。一旦生病了，有别的女人花你的钱住你的房子，睡你的老公泡你的男朋友，没准还在家啪打你儿子呢，这多可怕！不是韩文静，医院都这样的人，你还住这儿？当然不了，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，我要出院。你刚才不是还说吗？不追到程程，坚决不出院。你那2颗蛋挞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。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，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，我得去吃啊。再说我已经那么长时间没回我的工作室了，还挺想的。那程医生怎么办呀？程是一定要追的呀。我想明白了，我总在医院里待着不是个办法，我得改变我的策略，争取早日把战火燃烧到医院之外。还有，我老爸催我去相亲2个礼拜了，我都没搭理他，估计现在已经被气疯了。哦，对啊，你2礼拜没回家了，你家里怎么交代的？我说我出去旅游了。你真是，小北啊，有个事儿你一定得帮我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帮不帮忙？什么事儿吧？特想知道是什么事儿吧？哎，你先帮我把出院手续给办了。你这腿还没好呢。早就好了。干嘛？你看你窗户边那大饼脸了吗？这边。怎么了？你帮我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人？是不是？差别也太大了。不过看脸的大小，好像就是他。早知道差别这么大，我就不来了。网友见面啊？我爸让我跟他相亲。你没事吧？你相亲你叫上我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站住！早知道差别，我去，太丑了，
反正他也不认识咱们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安静，人都出来了，安静，人出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本人比照片里还漂亮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我爸肯定没跟你说实话吧？说什么呀？其实我是个残疾人。残疾？对，我还是别耽误你了。啊？先生，对不起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您是他们家的保姆？对。你们家小姐的腿？我们家小姐的腿瘸了。瘸了？什么小姐不小姐的呀？还旧社会呢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好的女朋友，将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周小北。哎呦，诺贝尔文学奖！你好，你好啊，你好。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难得人家有这么宽广的胸怀，要不然咱进去坐会儿吧。刚才我有些失礼了，不过文静您放心，我看好的是你这个人，这点缺陷不算什么毛病哈。哎，要不咱进屋吧？好啊，好不好？算了吧。没事，我真的是残疾人。没事没事，你别不信。没事，咱进屋。我有残疾人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来，你把我骗来还不让我吃顿饭啊？哎呀，我一直非常向往法国菜呀。来坐。来坐。我就觉得中国的现在这个餐饮呢，真的是太不安全了啊，到处都是地沟油啊。服务员，点菜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啊，对，这些菜你们都没吃过吧？啊，没关系，别着急，我仔细看看，给你们点点好吃的啊。这个，头菜就要鹅肝蒸蛋、奶酪烤龙虾，都要双人份的啊。香煎肥鹅肝、照烧银鳕鱼，蔬菜都要西兰花和杏鲍菇，都要双人份的。差不多够了吧？啊，不用打折啊，按原价买单，还可以收点服务费。啊，不知道你吃什么，就没给你点。啊，我没事，我和他们一样就行了，来一份啊。文静，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？看书。哟，真的？哎，我也喜欢看书啊。我最近正在看一本叫《第22条军规》，我觉得他写的特别的好。啊，才看啊？我刚从国外回来，对文学作品接触的比较少。哎，你看过吗？多少年前瞄过2眼。真的？哎呀，吃惊啊！哎，我就觉得这本书对优索林的这个描写啊，真的是太绝了。我就觉得他一直都生活在矛盾当中，而且规则无所不在。有的时候想想吧，生活中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悖论。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。哦，原来你喜欢战争题材啊？喜欢呢。我曾经看过一个社论，他把那个孟良崮战役和社会经济学结合在一起，那理论特别新颖，而且条条在理。是吗？哎，我挺感兴趣的。哦，那改天我借给你看一下吧。啊，好啊。我觉得比那个玩文字游戏的破书强多了。你看，你用经济学的眼光看世界，战争就是一门经济学；你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，战争就是一门哲学。南超人，晚上，你太厉害了。喂。啊，好的，那我马上过来。文静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要不然我就先走了啊。啊，那我跟你一块走吧，咱不是说好的吗？哦，对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不是，这菜还没上呢。感谢你的盛情款待，下次再说吧。哎，你的腿急了也能跑。来，还好你假装有事儿。我不是假装有事，我真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要去见个导演，我那剧本好像通过了。真的太好了，我陪你去。啊，你去不太方便吧？我假装是你助理啊，
你放心，不到关键时刻我肯定不张嘴说话。不行，我可不相信你的人品。你在马路边等我吧，周小北。事实证明你就是个畜生，等你就等你吧，能晚回家一会儿是一会儿。走走走走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杨导，这位是周小北。哎，杨导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哎，杨导，时间紧，一会儿还得赶飞机，咱们就直接奔主题吧。好。你这个剧本我看过了，确实挺不错，起码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。谢谢啊。我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剧本是挺不错的，不过呢，现在这种本子呢，写的人太多了。我手里有一个青春偶像剧的，原来有一个编剧给我写，后来写了一半，人不干了，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尝试尝试。没问题啊，杨导，我现在年轻，经验也少，我愿意尝试。年轻人愿意尝试是个好事儿。不过呢，这个剧本有点特殊，费用嘛好说，只不过是不能署名。当枪手，走走走走走，早说呀，白浪费我那么多时间。我答应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疯了？我为什么不答应啊？这也是一个入行的机会。连个署名都没有，你图什么呀？你贱呐！我反正也是新人，也没什么代表作，就当练练手了。周小北，你没操手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我回我工作室了，我不陪你犯贱。拜拜，滚！这番茄西红柿鸡蛋面，我还放了点香油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感冒发烧的时候，我妈就做这面，吃完就好了。多吃点啊，趁热吃。睡了这么一会儿，我觉得自己好多了。嘿嘿嘿，男靠吃，女靠睡嘛。你还别不信，这是科学依据的。咱中医讲，这男属阳，女属阴，动子生阳，静子生阴，所以才有这男靠吃，女靠睡。你懂得还真不少。也是道听途说啊。非洲学的。非洲也差不多。啊，我去。面给我。你继续。喂。行，我尽量吧。拜拜。我一会儿还得回趟公司。你这刚退烧，你就别往外跑了吧。没办法，公司同事听说艾瑞公司的那个合作谈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想要庆祝一下，我不去不合适。是啊，哎，那赶紧把面吃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多穿点衣服，别再着凉了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先走了。胖子。啊，谢谢啊。跟我瞎客气什么呀？哎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小北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累不累？啊？累。饿不饿？不饿。来，快坐下，我去给你拿喝的啊。我知道你今天回来，所以说啊，我就好好表现一下。给。说实话，是不是找钟点工来干的？没有啊，这都是我自己干的，不信你检查。你那么多年都不干家务，为什么今天干家务呢？家务算什么呀？今天我给你表现一下我的厨艺呢。你要做饭？对呀。先拿着。今天晚上啊，你就乖乖坐在这看电视，什么都甭管。我这就去准备了。等着啊。
经过这段时间大家的共同努力，我们和艾瑞公司的合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我们感谢王源经理的付出，欢迎他的凯旋。好！别着急，我一杯。来，共同举杯，干杯！谢谢王经理啊！谢谢王经理，谢谢王经理。阿慧，阿慧。请进。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吗？没批。那现在批吧。怎么又提辞职？你签的那份合同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，我还准备给你加薪呢。跟薪水没有关系。王源，上次你给我提的事情跟上次那件事也没有关系。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辞职？我说了，我不在办公室谈私人话题。好吧，下班之后，我们俩好好谈一谈。不太舒服。王源，咱俩今天必须认真谈一谈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家，我放点东西回家过去找你。干嘛呢？吓我一跳。等你啊。等我。甜甜呢？送姥姥家去了。你怎么又把孩子送姥姥家？她不上学了。我要跟你谈谈。啊，说吧。这个家，你到底要不要了？当然要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啊？那你就做一个要的样子。这样吧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啊？很简单，你就答应我几个条件就行。第一，以后你所有的钱都归我管，我不想要你那点可怜的生活费。可以，我答应。第二，把那女的从公司开除，以后不许跟她有一丁点联系。还是这点事儿。舍不得了吧？心疼了吧？彭永辉，你的真面目终于暴露了。别发神经了啊！我要跟你离婚，离婚！早想让我说这2个字呢吧？啊！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给你养个孩子，辛辛苦苦操着这个家，现在怎么着？嫌我老了，人老珠黄了，想一脚踹开是吧？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。周芳，我请你冷静一点啊！你少拿离婚的事情来威胁我，我不怕。离婚没那么容易，我明天就告诉甜甜，她爸死了。你混蛋！我不会让你轻易把这个家就毁了的。哎，别动，我来，你别动，别动。不是你洗得干净吗？洗得干净啊！你还不相信我吗？
你就去看电视吧啊！今天晚上乖乖的坐在那儿看电视，去吧去吧。你今天怎么了啊？一条龙服务包你满意啊！范斌，啊你开那遥控器了吗？哦，那你在那个沙发底下看看吧啊！哦。告诉你件事儿啊，今天有人去让我给他当枪手。不会吧？当枪手的活你也干？我这不刚入行吗？就当学习学习了。哎，这什么呀？咱们家来人了？没有啊。那这是谁的？是不是那个韩文静或者王媛落下的呀？小伟，是这样的，我是怕你误会，今天白天来了一个同事，就上来坐了一会儿。我跟他真的没什么，真的。是谁的？送去给别人的，当心人家等着用。小伟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，那个我跟他真的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也来了？我都快睡了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说让我过来陪陪他。他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无聊了过来坐会儿。他怎么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走走走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差？啊？有点感冒。小北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你？咱们俩有心灵感应呗。你跟我怎么没有啊？我今天跟彭永辉提出辞职了。又辞了？他同意了吗？他不同意。但我不想在他那儿干了。你当时不是说过吗？个人感情能跟工作分开。我以为可以，可是我没想到。他是不是对你不好？
肯定对你不好。跟他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太傻了。王源，你真是朵奇葩呀！这么多年了，彭永辉就送你这么一缸子鱼，你天天看能看出个未来啊？我早有一天就给他煮了。你少说两句吧。他今天约我了，说好的7点钟，我等到现在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最擅长这样了，又不是1次2次了。我在家里等着他，就这样等着，越等我就越难受。我突然发现，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是在自欺欺人。我对他的感情就是一种病态，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你现在才发现自己有病，是不是迟了点啊？别说了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忘了他，你不听，你现在哭给谁看？哭给谁看呀？有用吗？自找的。少说两句吧。我说怎么了？我都想杀了他。王源，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，彭永辉是一个有家的人，家也想要，王源也不想放手，什么便宜都让他一个人占尽了，合适吗？文静，你少说两句吧。王源，我要不然给他打个电话。彭永辉，给我。彭永辉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告诉你，王源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自杀身亡。你节哀顺变吧你，拜拜。你干嘛说死啊？我还没活够呢。就是他来了，别摸我。见吗？我不见。就算你不下去，他待会儿也会上楼的。文静，我们先撤吧。你们别走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俩应该关起门来好好的谈一谈。走吧。我也赞成他的意思，你们好好聊一聊吧。你不埋就消失了，都成烦兵了吗？怎么了？不能说啊？没有啊，随便说。他心情不好，你跟他好好聊聊吧。走吧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再等等吧。万一彭永辉马上被王源给轰下来了，咱们还可以再上去接着陪陪他。行吧，上我身。对不起，我又迟到了。我们吵架了，我过够了。天天查我的通话记录，翻一切能翻到的东西。我每天就像生活在监狱里一样，每天下班，不是盘问就是争吵。他知道我特别讨厌榴莲，居然还特意跑到超市买了2大盒子榴莲放在冰箱里。我半夜睡觉的时候，睡着睡着，我突然闻到了一股榴莲味儿。我打开灯一看，他正跪在床上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捧着一大块榴莲，咬牙切齿地一口一口地咬着吃。那个眼神儿，就跟在咬我一样。我不是听你来倾诉的。那天，我听了你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我非常非常吃惊。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。王源，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给我一点点时间。不可能。以前
我真的以为自己是把你当做妹妹看的，直到最近。你不必觉得内疚，这不关你的事。这跟内疚没有任何关系，是我自己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别的我倒不担心，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的女儿。一想到不能给她一个健全的家庭，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孩子是无辜的。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。我把我坚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告诉你，就已经是错误了。我不会再错下去。梦圆儿，请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一定会把错过去的都弥补回来。彭友辉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快30岁了，而且我不是那种你来了我陪你，你不来我等你的女人。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。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怪我，请相信我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没有怪你，是我自己太天真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为自己、为我妈和我弟弟打算。我当初去你那儿工作就是个错误，我不会再将错就错下去。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吧。你说彭友辉会离婚娶王源吗？怎么可能啊？以我对福尔摩斯的了解，如果彭友辉要跟他离婚的话，福尔摩斯一定会先打断彭友辉的腿，然后再拿剪刀剪掉他搞婚外情的作案工具，放把火把家烧了，一家3口同归于尽。演哪出啊？火烧太监啊？火烧瘸太监？怎么是瘸太监啊？哦，腿打折了。哼，哎，真行。你说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男人，王源为什么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？你也是，胖都比他们俩强。小北，咱们俩是怕王源受伤害，所以总是跟他说胖子好，胖子好。其实胖子到底好不好，咱们也不知道。胖子人挺好的，他配不上王源。是啊，可是他知道对王源好，最重要的他是单身，比跟彭友辉在一起强。樊斌带别的女人回家了，他吃票子胆了。我今天回家的时候，在沙发底下呀，发现一个钥匙扣，粉红色的。你没问他？他说，有可能是你和王源的。放屁！我最讨厌粉红色了，好吗？撒谎都没智商。王源的，你信吗？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不了解樊斌了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樊斌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指不定哪天就炸了。现在终于炸了。哎，男人呢，不管是出轨还是出柜，都一个德行，打死不认账。就算是捉奸在床，也得说啊，我是被迫的，你看错了吧，重影了吧。人都带回家了，就算是没上床，心也在一个被窝里了，离了吧。哎，你真信周小北？当编剧给人当枪手，结婚还给人当炮灰，刚起步嘛，不就没署名吗？以后会有的。哎呀，你现在变得好乐观呢。是谁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的啊？其实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别人看到是一个油炸圈饼，我看到的是一个窟窿。这都谁说的呀？油炸圈饼？哎，你和那阿炳怎么样了？有戏吗？我有可能跟一个那么丑的人在一起吗？那张饼，那张脸，快赶上一个举世无双大饼了。人对你挺好的，至少不嫌你残疾啊。我嫌他残疾，好吧？人哪儿残疾？脑残。现在男人怎么都这样啊？喂，万姐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给我。4万姐，你要来啦？
哎，那你来的时候给小北打电话啊，然后我去给你接风洗尘。你就叫我文静就好了。4万节等你啊，拜拜。哎，挂了。明天晚上我的主场啊，叫上那个王源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咱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你送我回家吧。床都让人占了，还回去呀？离了吧。那要离婚也得先收拾东西吧。走吧。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女孩，那么让我心疼。从认识你的那天起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一定要好好待她，不要让她受委屈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最后让你受委屈那个人恰恰是我。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，要怪，就怪我们相遇的时候不对。我是真的想要改变这一切。我和他结婚10几年了，这段婚姻就跟我经营公司一样，让我精疲力尽，差不多该是说分手的时候了。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告诉你我喜欢你，我只是想默默地喜欢你。以前，我一直是站得很远的地方注视着你的背影。后来我们2个越走越近，直到有一天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自己陷得太深了。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诺亚儿，请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好吗？打破一个，再去重建一个，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？以前，我就像在爬山，我走在前面，手里拿着一根绳子，拖着自己对你的感情，我就这样慢慢的往上走。我走一步，停一下，歇一会儿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。我无数次的想要回头，可是我舍不得，所以我一次次的又坚持下来。可是我现在太累了，我真的太累了。我感觉有一样东西，我浑身上下都在被一样东西抽空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了，我实在是爬不动。那就让我带着你一起走，不管以后多苦多累多难，我向你保证，不会让你再受一点点委屈，好吗？太晚了，你该回去了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庞总，这杯酒敬你，敬你给我的帮助，也敬我们认识的每一天。这杯酒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小北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都快急死了。那你没死啊？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。你不用解释了，樊斌，不是你错了，是我错了。从结婚那天起，我就错了。
我开始理解人们常说的，美好的婚姻是视而不见的妻子和云耳不闻的丈夫组成的。之前我还觉得这种话纯粹是男人为了推脱责任编织的好听的谎言。现在我彻底明白，在婚姻里必须有一方装聋作哑，否则要么是自寻烦恼，要么是铩羽而归。过来，回来。爸，你没睡觉啊？说，这些天去哪儿了？旅行。上哪儿旅行？我去了一个遥远的、荒无人烟的地方。你去开荒啊？严肃点，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我很正经。这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当爸爸的？有啊，我要是没你这当爸的，我就不去见那阿炳了。阿炳？阿炳啊！哪个阿炳？你老人家给我介绍那相亲对象啊。见面以后感觉怎么样？他除了胖点、丑一点、脸大一点、傻一点、买单抠门一点以外，其他一切均好。就你好，人家是外国名牌大学回来的，配不上你。配得上，配得上。明天我就去跟他领证结婚，好吧？爸，你可别再一宿一宿不睡觉了。在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不知道多少个夜晚你是这样坐着过来的，我多心疼啊！我发誓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让我什么时候结婚，我就什么时候结婚；你让我什么时候生孩子，我就什么时候生孩子。生不出来，我给你抱一个。不对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不敢违抗。我睡觉了啊，我困死了。生不出来，给我抱一个。小北，小北，有话快说。我想跟你聊聊。有什么聊吧，我还着急出门呢。小北，昨天的事儿，我撒谎了。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，突然回国来看我来了。是叫蕊蕊吧？结婚当天你躲着我不肯回来，就是因为他吧？你当时跟我玩失踪，我忍了。领证当天我看见他给你写的字条，我又忍了。现在你把人都领回家了，你还要我忍吗？小北，我真的跟他没什么。我知道了。喂，妈。哎，圆圆，你在干啥子？上班没得？没得，我在家嘞。哎，你啷个不上班呢？要被扣工资的哟。妈，家里没得啥子事吧？没得啥子事的。我就是打电话来看你怎么样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月还没给家头寄钱呢。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等再过2个月，我把钱一起给你汇过去。我晓得你们在大城市消费高，哎，都比到起花，你花1个，我要花2个，
买个包包都是7、8千。哎，圆圆，你不要去跟他们比哦，莫把那些钱花到这些东西身上。妈，我就是想花也没得那么多钱，下个月的房租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。咋回事？你工资呢？还没发。哎，那都月底了，你咋还没发工资呢？哎，圆圆，你不要骗我哟。妈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现在没得工作。没得工作？你被单位开除了？是我自己辞职的。哦，你不上班倒舒服了，那家头啷个办？你不管了？你弟弟你也不管了？妈，你咋我这个样子说？我这个月没往家汇钱，我下个月我一起补上。王姨，你也该让他去找个工作了，这么大的岁数了还在家里瞎混，咋个行啊？你不想往家头寄钱，就说你不想往家头寄钱。你说你弟弟干啥子？啊？你弟弟要是当初能考上大学，肯定比你强。考不上是他自己不争气，你咋个能拿他跟我比呢？我就说你上大学没得用的，还不如人家在城头当保姆呢。你总不能逼我去当保姆吧？当保姆咋个了？你看下隔壁的花花，哎，人家在城头当保姆，1个月5、6千，有吃有住，还能买衣服，1个月按时给家头寄3000块钱，从来就没断过。行。你要是想我当保姆，你要觉得当保姆好的话，我现在就去给人当保姆，你满意了吧？哎，我生你养你，把你拉扯大，你现在羽毛硬了，还敢跟我顶嘴了？明天我就跟你弟弟要饭去。辛苦啦，韩总。哟，王媛姐，你怎么来啦？你不是老做培训吗？擅长励志，我来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好啊，这事儿我擅长，说吧。我有个朋友吧，他最近都快陷入绝境了，工作、生活、家庭是样样都不顺，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。他觉得内心很挣扎，很无助，所以他来找我倾诉来了。打住！凡是以我有一个朋友开说的，99.9%都是自己。真不是，我至于吗？我现在正在找工作呢。找着没有啊？有几个正选着呢。那你说的人是谁呀？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啊。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了。还能思考，还能觉得痛苦和折磨，那说明还没走到绝境。真到了那一步，哪有时间找人倾诉啊？脑子里就一个念头：求生存，吃饱饭。还没到吃不上饭的地步，那不就得了？越是这种时候，越是痛苦，就应该找一些与平时生活习惯形成巨大反差的事情，在失败中尝尽苦头，以毒攻毒，就当拓展训练了。让我拿失败当拓展？哎，杜威说过，失败是具有教导性的。一个懂得思考的人，在失败和成功中的获取是一样多的。西塞罗也说过，一个不能在逆境中持重的人是脆弱的。尽管失败和挫折等待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夺走他们青春的容颜，但是却能给你的人生增添一份尊严。停！你别再跟我背什么名人名言了，好好说话行吗？说白了，拓展就是自我折磨。要么精神折磨，要么体力折磨。折磨了到头来，回头一看，我靠，我这么能扛事儿啊！朱坚强，别说还挺有道理。再坏的都已经经历了，都已经跌到谷底了，还能差到哪儿去呢？哎呀，我怎么还是觉得你在说你自己啊？你要不信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就是不信啊。行。我就像现在这样回复他去，好吗？谢谢你，宝贝儿。胖子，你干嘛呢？我在家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发现王源有点不对头啊，你最近给我盯紧点啊。什么叫盯着点啊？这你都不懂啊？就是他走到哪儿，你跟到哪儿。你看他每天都干嘛？跟什么人见面？有什么异常的举动？你这是让我跟踪啊？王源知道会生气的。我
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，那么多废话呀！万一王源是找着新男朋友了，你不着急啊？你不管啊？我去啊，我现在就去。王源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你一个人啊？我顺便我看看，没事吧？怎么气色不太好啊？有吗？啊，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。是不是因为工作的事着急啊？其实不用，咱不缺工作，咱缺一个合适的工作。我没着急。我有点累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拜拜。哎，文静，没什么事儿，挺正常的，那就是说没睡好觉。哎，行，我晚上再来看一眼。王源啊，我是房东。喂，马先生啊，我刚从楼上下来，你没在家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出差呢，我正在跟客户谈生意。啊，我刚好路过附近，就想着顺便呢拿一下下个季度房租，也省得你跑银行了。哦，对呀，我其实也想跟您打电话呢，因为我要过段时间才能回去，等我回去就把钱给你好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现在刚好呢手头有点紧，啊，我的卡都在我老婆手上。行，你想这事就行啊。啊，放心吧，我会尽快的。啊，好，你忙吧，我先不打扰你了啊。我要是早认识你呀，我早就来了。快，小北，要不是你，我跟万姐早就认识了。万姐，小北，你还是那么漂亮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哎，王源，你们见过？万姐，哎，王源，上次多亏了你了，太客气了。咱们就坐吧。那个菜都凉了，来，我上个洗手间啊。哎，不要点酒啊，一会儿有人坐。又老黄吧？肯定是老黄，除了他还有谁啊？小北，哎，黄总，哎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韩文静的朋友黄总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万杰。哟，万姐呀，久仰久仰久仰！你就是老黄啊？你们俩认识啊？如雷贯耳啊！这做夜场的谁不知道万姐啊？那万姐带人去的场子，去一个火一个呀！万姐，你以后可得多帮衬我呀！你也得多帮衬我呀！来来来，坐。好好坐吧，黄总。来，你别坐。哥，酒我给你拿来了。这什么酒啊？你知道如今这真酒啊太难搞了，这2瓶我都好不容易弄的。是吗？怕我给不起钱还是怎么着呀？哪能啊？这，
这样你们先喝着，如果不够呢，我再去想办法。是吧？行，老黄，你辛苦了啊，不送了。得，那你们吃好喝好啊！再见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，黄总。小北啊，你有没有觉得老黄今天怪怪的？好像有点。什么情况？看不出来啊。行啦，人家老黄特意给你们送酒了，还挑人家。行了吧，我好容易把万杰从北京盼过来，他送这么2瓶酒给谁看啊？摔谁脸呢？显得咱多不周到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说老黄了。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们俩都病了？减肥呀！来，万姐，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我还得去趟洗手间。哎，你怎么总去啊？我吃减肥药就这样。你不是在躲酒吧？我今天晚上洗手间我不去了。来，万姐，我连干3杯。来。牛，马上，爽快，酒量不错啊，喝的都是良心酒，真牛！来，哎，你划拳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来吧。他喝的是酒吗？酒嘛，水嘛，喝个白酒，交个朋友。万姐，我听小北说了，你又聪明又能干。哎，姐们，我现在遇到一急茬，你得帮帮我。那是人小北夸我呢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我吧，喜欢上一医生，又帅又正派，就是太正派了。但是我特别喜欢他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喜欢上我这款的。那他有女朋友吗？有一个，听人说是介绍的，相处时间也不长。那这还不容易啊？你直接把他叫出来，跟他说我喜欢你不就完了？不是啊，他对我还算不错吧？那就不错啊。哎，不就是成天摆出一副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的嘴脸吗？哎，千万不能大意啊！我韩文静是奔着找正经男朋友去的，我已经想过了，找男朋友就得找这样的，绝对不能找周小北和王源那样的。我怎么样了？不能说话，今天晚上所有人不许说话，只听万杰的。哎呦，正派型的。是啊，怎么办呢？你碰上稀有动物了。简单呐，你过来。万杰不知道又给他出什么损招呢。哇塞，万杰，你这招太厉害了！来，预祝你成功。干了。哎呀，文静，你是不是憋不住了？要不你去吧。我不去，我要是去了的话，你们又该背着我喝酒了。来嘛，朋友。韩文静，你快去！韩文静，你不是那，快去洗手间，快去，快挡着他！啊，何老板，快！下面去哪儿？先随便转转吧。现在的人嘴里都挂着朋友，但什么是朋友呢？当你半夜不想回家，想找个人喝酒的时候，才发现，真正能陪你喝到天亮的，其实并没有几个。喂，丽丽，是我。来了 ！Hello。樊斌呢？怎么啦？不让一个人来啊？怕我非礼你？哎呦，站好了。平时都是你们2个人，今儿怎么你自己啊？我走了。朱小北，干嘛？喝傻了吧？是不是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喝酒？我以为你跟樊斌一起过来，酒跟菜我都准备好了。哎，这哪来的？托人从杭州带的。楼外楼的。必须啊！刚拿回来就让你赶上了。你不是最爱吃这鸭舌头吗？以前总让我朋友帮你带，
前两天刚回来，我让他买了点儿。大包带走。不行，不是刚才电话里他能在哪儿去了？打电话跟我说，喂，李李，等着我跟你喝酒，是不是让我在北京跟你喝傻了？以后不敢一个人跟我喝酒了啊？我平生最大的弱点就讨厌别人威胁我。我最恨激将法，别人要激将我，我明知道是火坑，我也得往里跳。哼，来吧。小本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说樊斌当年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，为人低调又有才华，怎么就看上你了？肯定是你追的他。放屁！你看到都是假象。樊斌特别会装，他以前泡妞都一套，以退为进。什么叫以退为进啊？你就想知道？行。我给你学一学啊。他一般都是这样的：我不在乎女孩子，我不屑婚姻，我就享受现在的独身，因为我能我行我素我自由，我用自由换取了孤独。孤独的人是崇高的人，当然，对于女性来说就不同了。男人永远是女人进步的工具，而我愿意作为女人进步的阶梯。来，从我身上踏过去，要狠！对，要狠，要狠，稳准狠。来，行不行？樊斌吧？不是。你能，我也能。怎么了？李李，嗯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什么时候说的？在北京喝多那次。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从我身上踏过去吧，要狠！哎呦我去！冷静啊，小美。不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？你要想报复樊斌，你别拿我当炮灰啊！你认为我跟你喝酒是要跟你睡觉吗？我可怜你，我怕我不跟你喝酒，你再出去找别人喝酒。你把你当成什么人啊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啊？趁火打劫呢吧？真逗！你干嘛？你说我趁火打劫，还从你身上踏过去要狠？张小北，我不知道你啊，别拿这事儿吓唬我。你呀，光说不练的假把式，你就一嘴上逞能的货。有本事把衣服脱了。你太行了，我还给你，你睡吧。还跑了。去哪儿？富春花园。乘客您好，王太太有人找您。你是？我是来应聘的。哦，你是来当保姆的吧？啊，进来吧。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好有事赶着要出门呢，正发愁。我家就在隔壁小区。哦，离得这么近，那就更方便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王雨墨，雨墨叫阿姨。
阿姨好。雨墨你好。你今天的工作啊，就是打扫房间，把房间都收拾干净，做一顿饭。最重要的就是看好他，别让他到处乱跑。我争取8点以前回来。如果过了今天还能干，就是多一个接他放学。为什么过了今天不能干？这孩子太调皮了，换了好几个阿姨，没一个受得了的，都被他气跑了。王雨墨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，在家乖乖听阿姨的话，不许捣乱。你身份证带了吗？带了。哎，拿出来。你别动。好，给我。留个底，怕万一有什么麻烦。我这也是第一次把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，我真的有急事脱不开身。不过这个小区保安还是不错的，我其实还是挺相信你的。我还有事先走了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。保姆。小北，你回来了。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短信你也不回。你是跟文静和王媛在一起吗？小北，我知道我错了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了。小北，你就再给我次机会吧，咱们重新开始好吗？雨墨，你怎么了？雨墨，你这孩子怎么都去？阿姨，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呗，是我太调皮了。你知道错了。你再喝口水吧。阿姨，你知道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吗？来，给你看。阿姨，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调皮呀？你这孩子也太调皮了吧！哎，周小北，你上了啊！天涯论坛。哈哈哈！这是文静啊！啊！樊斌，我们俩是不是该考虑离婚的事儿了？离婚？我不同意。你觉得现在我们俩过成这样有意思吗？
反正我就是不同意。那你想想吧，想好了再说。你看你到处弄得脏的你，怎么这么调皮呀？你这孩子！哎，笨蛋，这时候就是你。来啦！哎，这么乱呢？又来见厕所来了。你再说，我掐死你啊！范冰呢？不知道，可能上班去了吧。这我加什么班啊？把你电脑借我用一下，在车上才想起来今天的限时网购。哎，你别动我电脑，你用这台吧。搞创作呢？哎，你要不要啊？我不要，没兴趣。为什么呢？失败案例太多，衣柜都快装不下了。哈哈，你挑衣服跟你挑男人一样，眼光不行。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比你强多了。哟，樊斌也网购啊？哎呦，这不算我窥探个人隐私啊，默认自动登录。买吧。好吧。哎呀，这什么名儿啊？太肉麻了。哎，一半胸膛。你管人叫什么名呢？不是另外一半给谁了？给你，你要吗？我才不要。哎呦喂，樊斌够浪漫的呀，买这么多玫瑰花。我从来都没收到过樊斌的玫瑰花，不是给你买的。我跟樊斌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别说是花了，连根草都没收到。还真不是给你买的。Miss 蕊蕊。日期呢？就在前2天。你干嘛？我还没有确认收货地址呢。你确认收货地址干嘛？我找他去，这么不要脸，搁一块过得了。你还买不买了？不买赶紧走人。周小北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我为了谁？这你都能忍啊？你是忍者神龟吗？你跟樊斌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冷战，还冷战？都过成这样，为什么不离婚啊？今天不是周末吗？好，我配合你，你就当我没有来过，我没有打开樊斌的电脑，没有看到他的上网记录，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什么都没有发生 ，nothing。你就消失吧。好，你接着过你的狗日子。